礼拜就要开始，请大家备办心，将手机啊关做震动，关机，咱做伙备办咱的心。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真欢喜，看到大家都倒来到伫咱永光教会，咱倒来到伫遮，就是要来敬拜伊。阿门。阿门。当咱看到咱的兄弟姊妹的时阵，咱看到你边仔的人，你有欢喜无？哇！咱的欢喜就是出自上帝，互咱看到咱的正当中，大家拢健康，佮有迄个喜乐的灵，倒来到伫上帝的殿，伊要来敬拜伊。咱就亲像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吼。上帝带领出来，上帝透过摩西来成做迄个会幕，正百姓拢对会幕去，然后伫遐敬拜上帝。阿门。阿门。所以伫几年前，几千年前，一直到今，咱成做以色列的百姓，咱成做真正以色列百姓，因为咱敬畏耶和华上帝。阿门。阿门。除了耶和华上帝伫咱的心是做第一大以外，无有啥物会比耶和华上帝更较重要。阿门。阿门。只是牧师邀请咱起立，咱要来备办咱的心，来敬拜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伫你的心内面有充满喜乐无？阿门吗？阿门。哈利路亚。咱举起咱的双手，咱要来欢迎圣神做工伫咱的心中。哈利路亚。圣神上爱充满伫咱的中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做伙来欢迎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哈利路亚！圣神，伊爱充满伫咱的中间。圣神，伊爱你听见伊的声音。圣神嘛，伊爱你看见伊。咱的敬拜，咱的敬拜就是充满咱对上帝听。尊重甲敬畏，阿门。哈利路亚！当咱专心专灵来敬拜伊时，咱就要得到快乐，就要得到医治，阿门。阿门。咱来用主解释咱的祈祷文，咱当心来祈祷来。愿伫天内飞，愿你的名圣，你的国里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要赦免过误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入去，又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阿门。你来甲隔壁的哦，有诶可能离你较远，但是你来甲伊讲，你讲，咱的吟诗要充满五芒，充满能力，来甲隔壁的讲，充满五芒，充满能力，阿门，阿门，阿门。咱搁一摆高举上帝的名，咱要来用伊的名来宣告，咱是热情搁有存的，下面吗？下面，再来拍鼓啊！星星挂进老你呀美的天，星星滚滚滚了回了永静，不懂怪你话算过你的维护，你
存的性命，阿们吗？阿们，阿们，哈利路亚！上帝的疼痛是太袂遐大，上帝对咱的疼是关过山，是深过海的，阿们吗？阿们！我要请咱每一个人，咱举起咱的双手，做伙用这条诗歌来敬拜咱的上帝，因为咱的上帝是看伫咱耳朵的，阿们，阿们。保守咱到每一日，下面吗？下面。耶和华是咱的牧者，互咱的性命不断去经历上帝伫咱性命中的神者。
所以我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互咱搁一摆拍开咱的心，互上帝医治、上帝恩典，直接到咱的生命中。咱最后来吟这条诗歌。是我的无价的思维，每一个规则因听伊传。你是公义家的新君王，你是我快乐庄园。你关山，我要学路的山高，我也学路，我无惊惊，无搁惊惊，有你甲我同行。你对着面前摆设下。同在我不惊灾害，稳定甲慈悲拢分对我，对大高永永远远。地关山，我要学路的山高，我也学路，我无惊惊，无搁惊。有时阵会拄着困难的事，有时阵嘛会拄着上帝真大的祝福。咱大部分的生命拢伫上帝祝福内面，阿妹吗？阿妹，哈利路亚，阿妹吗？阿妹。因为咱有上帝真做咱的关山伫甲挖靠，是，所以上帝伊是咱的大帮站，这个是咱要来祈祷。因为你的祈祷大有开来，所以你有信心无？你的祈祷拢要成，你的祈祷上帝拢要应允伊是，因为伊是应允的上帝，所以咱充满信心来求的是上帝只会照着咱所呼求来应允咱。兄弟姊妹，咱伫过来的拜4、拜5、拜6，是咱的青少年这一群，咱的教会青少年拢总有113位，要去到伫新德伫遐位呢领袖的青年的领袖营。咱要为着因来祝福无？
阿门。求上帝用这代青少年，互因伫因的价值观，互因伫因所看见的，上帝正做因的智慧，上帝正做因的真理，来引带因。阿门嘛。咱甲上帝勇敢来甲求，主啊，你互阮的青少年有好的品格，有好的信仰，会当正做这个世代青年的领袖。阿门。这是咱举起咱的右手，咱为着青少年因的赢会，咱为着因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阮感谢你，因为青少年是上帝你所授予予阮的产业。主啊，因伫即届的赢会，是上帝你所安排，是上帝你所定着的。每一个青少年，拢是你所竞选的。主啊，阮伫遮为着因耶稣祈祷的时候，主你要一一来做工伫因的边缘，互伊才会主席的，才会做领队的、辅导的，每一个上帝伊拢记着你手术因圣神的规律，互因做工有上帝你的智慧，互因所做才会引带才会每一个青少年，拢会当伫即届赢会，记着上帝你手术因的智慧，看见真理，行伫真理的内面。主啊，阮感谢阿罗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宣告，伫阮的性命行伫主你的道路，阮的性命拢是美好的。因为上帝赏赐的是福气，上帝所赏赐的是互咱得到永生。阿门。得到健康，得到平安。阿门。咱宣告伫遮的敬拜，拢要将荣耀归伫咱的主，咱用普话声，把荣耀归予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甲隔壁的宣告甲伊讲，你在听讲道的时阵，你的耳孔是20岁的。你在听讲道的时，耳孔是20岁的。阿门。咱的耳孔拢是20岁哦。牧师在甲咱头前咧甲咱笑啥？啊，牧师我耳孔拢听无啥有。我讲主啊是。虽然这个肉体的耳孔听无啥有，即摆咱宣告，咱即摆耳孔拢拍开啊，迄个灵的耳孔拍开啊，所以你的耳孔变20岁。阿门。阿门。你讲一个，甲隔壁的讲，咱做伙学乐大开啦，来。咱做伙学乐大开啦。来，你搁甲伊问，你有听到无？有听到无？哦，你若有，你就甲拍拍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听这，听这，听这。即时，咱要来读圣经。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60到第80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60到第80节，咱做伙来吟，请。使徒甲耶稣就一个时问伊讲：
主啊，你要伫遮的时，将主权恢复予以色列师母。伊甲因讲，爸因家己的权柄决定的时间甲机会，毋是恁通知的。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时，恁会得到能力，伫耶路撒冷、全犹大甲撒玛利亚，直到天边海角，为着我做见证。圣经读到遮，愿上帝的话语，诚做我上大的快乐。即时，咱要来邀请本堂的主牧师来进导，伊的题目是“圣神能力的彰显”。圣神能力的彰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一只敬拜，服侍上帝，互咱的心开阔。咱愈敬拜，一定是愈少年的，对无？因为咱的灵魂愈精英，咱的肉体就对伊安尼活起来。咱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血脉，拢伫圣神的运作内面，会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少年。阿门。这是理所当然的哦。这毋是干那伫信仰讲尔，伫科学嘛会当见证哦。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愈来愈活泼，愈宣告咱是属于上帝的。阿门。好，这个时阵，咱举起咱的正手，咱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和主的荣耀充满全地。是阿门。是哇，咱要活出上帝互咱生命迄款的荣耀，迄款的快乐，这是咱所深信的一件代志。感谢主，会当互咱一只做伙来敬拜服侍伊。我相信也透过上帝话语要帮助咱，互咱伫信仰内面，更较咱坚定，更较咱深信上帝的快乐，拢要伫咱的中间显明。咱读今仔日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章第6到第8节，牧师用圣神能力的彰显这个主题，甲咱做伙来思考。其实到现在嘛，阁有真侪教会，也是讲真侪基督徒对圣神、对圣神。这个位格，也是讲对圣神的作为，阁有真侪的存疑。因感觉讲，敢是就一定爱安尼，较会当讲，这信仰较会当来前进无？这是伫教会内面、历史内面，咱拢会当看见，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伫这个事实内面，就会当互咱看见，有的人因为安尼就搁较拉追求。对圣神的作为会当较去了解，然后伊家己去经历。总是有的人对怀疑，也是进入到伫怀疑，最后甚至进入到毋信的中间。所以人也在讲圣神的时阵，因就讲这是该分派，分派出来对无？所以伫信仰内面的这个过程，我相信上帝嘛要帮助咱，互咱每一个人会当深信信仰。是一个经历，信仰若无有经历，这个信仰对咱就无有啥物款的效力。这个信仰对咱来讲是干那是知识的认知尔。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来了解，伫任何时代，还是教会，还是国人，咱若忽略圣神的这个角色的时阵，那安尼，咱要安怎讲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咱要安怎讲这是圣神的时代？因为耶稣上天的时阵就甲爸求，另外派一个保惠师来，对无？迄个保惠师就是圣神啊。然后圣神来教会建立起来，所以咱爱深信圣神的作为是圣经真清楚甲咱讲，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那安尼到底伫圣神的快乐的彰显内面，咱要安怎来定讲？这个人真正是有圣神的同在的。哇，这个人会讲。所行所做是下伫圣神的作为的，那安尼咱就会当做一个分别。我相信这伫咱的信仰内面，咱需要去了解。所以今日透过这段经文，牧师甲咱做伙来思考，圣神毋是新约较有的，毋是五旬节
圣神较来，毋是啦，对无？伫旧约内面，咱拢就看见真济圣神的作为啊。前礼拜咱在读的是经文，敢毋是安尼？哦，上帝要竞选摩西会继续会接棒的人，伊无讲即个人着爱有啥物特技啊，无爱有啥物专长，爱有过去的经历啥物，毋是，伊敢若讲一项，因为伊约书亚心中有圣神，敢若即点尔，敢若即点尔。所以前礼拜甲咱大家做伙来分享，是咱无论偌有才调啊，来偌有经历，无论安怎，总是无袂记住。咱若是要互上帝使用，咱就爱求圣神入来帮助咱，互咱遮个专长、才调、能力会当转化做温数，来建立教会，来利益上帝，然后嘛会当利益伫人。这才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咱挖靠圣神一定超有能力的，对无？这是理所当然的。靠着圣神来做，这就是咱教会所相信的快乐的来源啊！这嘛是咱的见证吼。所以感谢主，咱知影啊，咱这礼拜啊，前礼拜哦，咱已经读入去到伫使徒行传对无？吼啊，所以啊，嘛兄弟姊妹，咱对着咱教会这个步调继续来进行啊，牧师嘛要伫讲道中间爱甲咱的步调做伙哦，吼啊，所以每一届每一礼拜照这个步调来，牧师拢是一个新的领受，新的得着，然后分享互咱大家知影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啊，其实咱读圣经的时阵，感觉即句话对咱有一个啥物特别的意义，咱就爱讲我相信，我宣告，阿门啊！这就是牧师所写的哈，互咱大家参考，咱彼此来鼓励哦。吼，这些做无用的，总是也是爱甲时间安静落来，吼，安静落来。啊，迄点仔安静，对你我来讲，这是甲圣神沟通的时阵，对上帝的话语得到帮助，一个真重要、分别最胜的一个时刻吼。所以感谢主。咱若看《使徒行传》，牧师会早起，因为拄仔开始读，所以有了简介一下，互咱了解。《使徒行传》就是甲路加福音的作者同一个人，对无？伊是路加这个医生，所以呢，咱就会当看见《使徒行传》就是路加福音的续集，吼，继续写落去哦，吼啊，所以呢，伫路加福音后来上耶稣有真清楚讲，即个福音要变传，对无？啊，叫人就爱去等待，对无？到伫使徒行传的时阵，就真清楚，互咱看见哦，整个福音的进行是啥物？哦，就照耶稣所应允的，要伫耶路撒冷，到伫犹大，到撒玛利亚，然后到伫地极，对无？所以圣经内面《使徒行传》就是安尼在记载，对第1章到第8章，就是在讲初代教会伫耶路撒冷怎样形成，大家一只互相分享来领受听，然后建立一个强大的教会。就伫迄个强大教会内面，咱看见有主日的礼拜，阁有家庭的聚会，大家彼此分享，激发上帝的快乐伫因的心上，互因行生业之事。医病赶紧，整整的事，拢伫迄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内面，伫迄搭遐来不断来发生。然后对第8章了后，咱就看见第8章到12章，福音就传到犹太甲即个撒玛利亚的所在，对无？吼，迄个上界典型的人物就是腓力，吼，腓力将上帝的福音基督的福音带去到伫即代哦。然后咱看13章开始，就有真清楚保罗的角色伫即搭遮来显明。保罗就将福音带到即个意大利，吼然后最后到伫罗马的所在。意思就是讲，将福音就毋是伫小亚细亚尔，是进入到伫即个欧洲的境界，吼，对南欧洲开始所以咱就看见。耶稣所应允的，就伫新约内面，安尼一步一步一步来完成。这会当互咱看见福音的进展是安尼。若要讲用教会的角色来看，嘛是安尼哦。教会伫耶路撒冷，这是初期建设的教会，
第1章到第8章，第8章到第12章，就是教会安那有气力拓展出去。然后第13章开始，咱就是看见保罗有3届的巡回传道报道你对无？然后最后咱看见保罗有3届就献上去迄搭上诉所以互人控诉，或者犹太教的人来控诉这咱就看见前头后壁，咱就会当真清楚。咱在读《使徒行传》，大概是有这个进行当然，《使徒行传》真重要一个内容核心的主题，就是要见证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主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彼得所讲的讲除以外无别的拯救，因为伫天顶地下无赐落别的名，咱会当靠着伊来得着救。哇，这就是整个伫使徒福音内面真核心的一个题目，伫这个经文内面，互咱会当知影所以咱嘛是安尼，咱嘛深信，除了伊以外无别的拯救，对无？因为咱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阿门。就是你我伫这个信仰内面，咱对使徒行传内面，各会当一摆来看教会的进展是怎样，福音的片传就伫耶稣所应允的这个下面安怎来进行，咱对使徒行传拢会当来看去所以今仔透过这段经文，牧师真用这个经节甲做伙，咱大家做伙来思考。咱看这段经文。就是耶稣割活了后，圣经记载真清楚。耶稣割活了后，互割活显明几啊届对无？显现几啊摆先互这玛利亚对无？甲玛利亚的这朋友妇女来看见，然后去到伫互12个门徒看见，然后圣经嘛有记载伊有一届互500外人看见对无？佮互雅各看见，然后佮互保罗看见，哇！这是整个在证明什么？证明咱所信的这个耶稣是对死割活这个事实。总是伫历史内面，人无爱耶稣有活这个事实，人想办法要讲无啦。耶稣甲一般人相共耶稣就是这个学生半暝甲伊偷走、偷客去的嘛总是伫历史内面。咱拢有缘看见，到现在也是会当证明耶稣的割活是肉体甲所有的割活，并且伊有迄个荣耀的体，所以会当搬过这个空间，会当进入伫伊的学生，甚至互500外人看。然后今仔圣经的记载，就是耶稣上天进前最后一摆，甲伊的学生的聚集。哇！伊学生就真好奇，甲问耶稣讲：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伫这个时阵吗？你将主权交转来互以色列国，就是伫这个时阵吗？咱刚才听到这句话，感觉讲耶稣就甲伊回答，安尼就无毋对啊。毋过咱若好好来思考的时阵，咱会发现讲，圣经甲咱记载。耶稣来是传以色列国的福音，也是上帝国的福音。上帝国的福音呢？毋过这学生对耶稣到今佮看到耶稣死割活了后为什么因的心内面也佮思考的是以色列的国的复兴，毋是上帝国的福音呢？毋是兄弟姊妹，这互咱会当好好来思考，因为。过去可能是几啊百年来，以色列人真期待，就是什么？会当有一个弥赛亚起来，会当掌权执政，会当互因的以色列这个国度会当兴旺起来，或者罗马的国权无个剥削因，这是因的期待，这是因伫政治上一直在期待的一件代志。所以因逐日所求的是什么？就是弥赛亚，总是这个弥赛亚是政治上的弥赛亚，是有大有官兵的，是会当带军队，是会当来杀赢对敌的。
这个对敌毋是空中的恶势力，是罗马帝国的这军队，这是因一直期待。所以到这个时阵，这个学生在问讲：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阵，就伫这个时阵吗？兄弟姊妹，会当互咱看见讲哇，因也是无法度了解，无法度去了解耶稣所传的是上帝国的拯救，是上帝国的福音哦。所以耶稣甲因讲，被趁着家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日期，毋是恁会当知影。耶稣无直接责备因无，因为耶稣知影，因互犹太的传统历史一直洗脑到即马，一个时阵要甲因调整容易吗？无容易，总是伊恢复倒来讲是上帝国的权柄就伫上帝的手中。上帝要互即个国安怎？即个国安怎？伫上帝的时间内面，才会当来成就，毋是咱会当来了解。所以若是安尼，还是姊妹，咱嘛求上帝帮助咱。咱每一礼拜拢来敬拜上帝，总是咱求上帝帮助，互咱无搁停留伫迄个传统内面。毋是讲传统无好，就是讲迄个互咱无法度进步，互咱信仰袂当较精进的，迄个叫做传统。互咱袂当讲，哎呀，这个信仰对我有及时的帮助，就是这个时阵我有搁较深的经历无？一个诚侪咱每一届礼拜的时阵，咱拢会当来反省的一件代志。包括牧师，我有缘拢在反省，我认捌的，我所经历的，是毋是互我搁较深信？我所服侍这位主是整个我的上帝。阿门。这就是咱会当去来思考的哦。所以咱真正搁较无这个真理。哇！过去牧师，我家己的经验哦，在读圣经，读想这毋知要读几啊摆啊，读到足熟的，吼，这读就知影讲哦，结果是安怎？未读到遐，拢嘛知影对无？我相信咱真侪即长辈读圣经，拢嘛讲这拢足熟的啊，所以要甲读较紧的过。后来我甲主讲主啊，怜悯我吼，因为读过去的感动啊，总是今仔日读，今仔日若无好好读，要安怎？就用过去的感动来感动今仔日吗？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为啥牧师讲？咱计划咱读圣经，毋是一年读一届，吼？我要求讲一年爱读3摆4摆呢？咱读遐慢，兄弟姊妹。读紧可能对咱无法度真正会当深深体会，所以牧师计划咱2年读一摆，哇，一日就是1章还是2章，就是要望咱读了后安静起来思考一下。读这个圣经节毋免15分钟吧？毋过有当时啊，就会伫遐有感动。这句话今仔日有特别的启示，无了解，也是有新的发现。搁去查资料，哇，搁去了解，兄弟姊妹，真理是活泼的，对无？上帝的话语就是2000年前的话语，到即马为什么会当活现伫咱的生命内面？就是伊有圣神的开来伫这个中间。阿门。圣神是真理的灵，是要启发咱搁较认捌真理的，所以咱读圣经，求圣神帮助咱，会当安静落来读。都知影讲结果是安怎？有缘甲读，因为上帝要互咱新的亮光，要帮助咱，伫今仔日重新得着开来。阿门！感谢主，愿上帝帮助咱哦。好，所以耶稣讲，当圣神降临伫恁的身上，恁就要得着开来。圣神若降临伫恁的身上，恁就要得着开来。兄弟姊妹，这句话啊是。讲什么呢？兄弟姊妹，其实伫讲圣神要搁再一届降临的进程啊。圣经伫约翰福音29就有记载啊，耶稣搁活显现第2届，或者使徒门徒看的时阵，伊就安尼讲愿恁平安，因行一条对无？哇！伊讲爸怎样差遣我嘛要安尼差遣你。讲了即句话，就甲因分一口气讲。恁受圣神哦，
啊，迄个时阵毋是已经得到圣神啊？啊，即马爱个等待圣神啊，到底是啥物意思？兄弟姊妹，咱看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阵，哦，创造人了，伊就分一个活开互人，对无？啊，咱人就成做啥物？有灵，哦，有灵的人哦，吼、上帝将迄个灵就分入伫咱的生命内面。咱就真做有灵的人，甲其他动物完全无共款。咱无看见上帝创造高山的时阵，分灵分一个活开互伊，西的时阵分一个活开互伊，拢无。敢若创造人的时阵较有，所以伊甲咱讲，咱会当管辖万象，有对无？咱有管理权，因为咱上帝将伊的灵，将迄个能力赏赐互咱，所以兄弟姊妹，所以伫即个时阵。咱就会当来思考，到底是安那？啊，都已经有受圣神啊，为什么讲着爱个等待圣神来？对，五旬节到的时阵，圣神充满来，哇！这速度就大有开了，对无？兄弟姊妹，到底是安怎？到底是安那？当时耶稣搁话对因讲，领受圣神，迄个圣神是指圣神要内住伫咱的心内。互咱的生命会当定心、定头生啊，这是属灵内部的一个生命。吼，所以咱嘛会当讲圣神内住伫咱的心内面。吼，所以讲领受圣神，也所分一个开，吼，就亲像伊创造的时阵，将迄个灵活开分伫人的心上。人就真做有灵的人一般样，耶稣伫即个时阵，就是讲圣神要内住伫你内面，圣神要定心，要先开始更新恁的心怀意念，互恁会当属上帝国的价值观，属上帝国的心怀意念。吼，然后今仔日讲圣神要降临，这是属于外在圣神的充满。这个意思就是讲，为着要做好的干净，为着要为主做干净，恁爱有得着开力，得着摘掉，得着能力，得着温数。那安尼讲，恁就等待圣神降临伫恁的心上的时阵，所以咱会讲，圣神的管压对无？管压哦，就亲像油甲你倒落去，水甲你冲落去安尼，这是外在的一个充满。所以咱就安尼会当更较清楚来了解。所以伫新约圣经内面，希腊文就有两个充满有无共款的意思无共款的意思。即个希腊文第一个内在的充满，内在的充满叫做 plero。第二个外在的充满叫做 pleso。无共款对无？毋过有一点仔音为头前的音是相共，毋过迄个表达的是完全无共款的哦。兄弟姊妹，所以圣神有内在的充满，圣神嘛有外在的能力，要互咱有气力来做伊的工。所以若是安尼，求上帝就帮助咱。咱要安怎去看？特别伫咱教会内面，咱会当看，即个人。要安怎知影讲？伊是毋是真正有圣神的同在无？伊会讲伊是作为领受圣神的人，总是咱要安怎去分辨？兄弟姊妹，就照着耶稣所互门徒的两个方式，咱就会当知影。第一，咱会当看伊的内在生命是毋是有渐渐在改变无？可能过去有家己的个性对无？信主了，伊的这个生命有内在的生命有渐渐在改变呢。一寡思想想法就无亲像过去过去较消极的、较负面的过去有这民间宗教的信仰的一寡传统，信主了，伊渐渐就会把这洗掉。这就是内在生命的一个进步，咱会当看见。搁有，咱就会当看见。伊所讲的甲所做的，是毋是会当证明圣神管压伫伊的心上啊？无，兄弟姊妹，哇！
咱就会当知影，这个人伊的服侍啊，是毋是真够埋怨？若真够埋怨，咱无啥对哦，吼。若真够埋怨，就表示讲，你毋知影服侍是服侍人，还是服侍上帝？你毋知吧？分袂清楚哦。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哇，这常常埋怨人，咱就鼓励伊，讲毋是安尼哦，毋是安尼。咱这服侍是要上帝欢喜，服侍毋是要互家己面子哦。等等这，咱会使互相鼓励。我相信透过安尼，咱就会当来分辨讲，咱家己是毋是真正有圣神的内在，啊无？是毋是有圣神的温书落来无？才会要帮助咱伫信仰内面，更加那坚定，嘛要互咱伫彼此的关心、支持、鼓励内面，互咱的教会更加看见上帝圣神的作为，继续要伫咱内面来充满。阿门。所以你甲隔壁讲，我内外拢有圣神的充满来。对，内心是啥物？是表示讲咱的心思的意念会改变，对无？外在是啥物？就是讲咱服侍的文书愈来愈多，愈来愈专业，这就是咱会当看见的吼。所以感谢主。好，搁过来，咱嘛会当看见。耶稣就安尼真清楚讲，福音的广传就是要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路线，牧师有讲哦，伫使徒行传，咱第1章到第3章、第4到第8章，8到13、13到尾啊，对无？拢会看一站一站一站，福音就亲像安尼，伫即个啥？伫即个湖顶面啊，一个石头啊弹落去，对无？迄叫做啥？台语叫做啥？中文叫做涟漪，对无？迄个水泡就安尼弹出去，有无？就一直弹出去，一直弹出去。福音就是安尼哦，总是真清楚甲咱讲，福音弹出去的目的是啥？耶稣讲是为着我做见证。为着我做见证，还是姊妹，所以咱对安尼会当了解，一个受圣神充满，唯一的一个目的是啥？就是要为着主做见证。阿门。咱圣神充满，毋是在讲等下你看，我甲圣神偌厉害咧，我真够讲方言等等之类，毋是。较重要是你真正有伫为着主做见证无？所以咱看整个。圣经内面使徒行传有几啊摆拢在重复哦，讲这个耶稣上帝已经叫伊过我啦，咱拢为着这件代志做见证。哇，这个做见证就整个伫使徒行传内面，咱拢会当看见。所以咱在传扬的是整个我的福音呢，毋是2000年前的福音哦，是现在有缘在有气力继续在运行的福音。就是伫你的身上，伫咱的团体，伫咱的教会内面有活活的见证，通成做咱讲传福音的内容。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看这12个使徒，除了一个背击耶稣以外，这12个使徒啊，包括后来的外邦的使徒保罗，因拢是安怎？最后拢是献上因家己的性命，为着这个福音呢，为着这个福音。所以咱看伫历史内面，有缘有真济，有真济，这顺教者、顺道者，因为着福音，愿意赔因的性命，所以无论伫台湾、伫日本、伫韩国、伫对每一个伫非洲的所在，福音第一个压去的人。拢是爱顺道的，拢需要赔上性命，敢毋是？这是互咱感觉讲哇，这是何等的挑战。咱台湾更较还好，对无？伫韩国讲伊到伫遐还未上花，人就用钱要甲写死啊，还未上到韩国哦。伊想尽办法，甲伊的圣经打来，
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去你华顶。这个顺教者我袂唔知伊的名吼，这个故事有听拄好听到尔吼，啊袂去讲迄个名是啥物名吼。最后，伊连上花都无，总是只系捡圣经转去的，甲伊抬死的迄个，最后来信耶稣，就是足特别的吼。吼，对当时来讲，哇，啊，这个少年人安尼无缘无故的丧失性命，为着耶稣基督。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若无看到福音的价值，因绝对无愿意付出因性命的代价，敢毋是？所以，愿上帝互咱有即款的看见，有前历代的这顺教者、顺道者，互咱通好了解讲福音的快乐伫哪落。所以，愿上帝帮助。所以，咱看伫这做见证的人，因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这做见证的人，因家己一定爱亲身经历、认捌这个耶稣，对无？伊爱亲身经历啊，啊无伊免哪共传。第二就是安那，伊阁爱见证，毋是干那用嘴讲尔，伊着爱透过伊的行为，互人知影讲哇，这个福音是好的。你看，人安尼甲礼骂，人安尼甲尊重，人用石头要甲弹。哦，伊悠然坚持伊所信的，哇！你看，人伊拢无讲的话，拢无即个咒诅的话。虽然人歹对待伊，总是伊悠然坚持这个信仰。透过行为会当来见证咱所讲的是啥物。第三是啥物？就是见证要有顺道的一个决心甲精神。所以兄弟姊妹，咱去街头报道对吧？毋是大家拢会甲咱欢迎，敢毋是？总是不要紧，咱想到这顺道者、顺教者因的精神的时，咱就讲感谢主。为着这个福音，我互人披上；为着这个福音，我互人拒绝。总是上帝看我做宝贝，好，遐个福气因无愿得来，主讲遐个拢要得，互我得到咧。那安尼，我相信咱就较有信心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伫早期的神学家特土良有安尼讲，讲顺道者的会是教会的经济啊，吼，教会的经济是要建立教会，就是拢用顺道者的会所建立起来。哇，这是逐日咱鼓励咱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台湾真自由的空间、民主的自由、宗教的自由的下面，咱有愿珍惜把握时间来传福音，特别伫咱四周围的人，甲咱关系上好的啊，咱对因无放弃，咱有愿爱将福音传福音。圣神一定帮助咱，互咱看见圣神的作为，就是咱在讲的话，咱的行道内面要显明伊大的快乐在中间。所以感谢主。咱靠圣神活出美好的见证，阿门。有美好的见证，就有福音的快乐，这就是咱所深信的。所以求上帝互咱更较深信，领受圣神，就是要为着主做见证。咱愈有对圣神来的能力，愈甲这个信仰啊，愈刻无啊，愈对这个真理愈深知，目的就是要为着主做见证。所以圣经毋是甲咱讲嘛对啊，咱若是会讲方言、讲语言啊，预备赶紧，咱有知识的语言、智慧的语言，会当分别这各种的灵，无论安怎，若无有圣神呐，就毋知影要安怎来建立教会，就毋知影要将荣耀归予主，可能是在展现家己，可能是要甲荣耀归予家己哦，这是咱知影，这是绝对袂使的一件代志。所以感谢主，今日透过这段经文，咱会当深深来了解，咱有圣神的恩膏，咱要为着主来做见证。阿门。做伙来讲一句话哦，我有圣神的恩膏来，我有圣神的恩膏，我为主做见证来。是，咱拢为主做见证。对咱所讲的每一句话，对咱的行达，对咱对
教会的建立，对教会的祝福，对小组的努力甲祝福，咱拢得为着主做干净。这是你我会当做的一件代志。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更较深深，伫咱的生活内面，透过咱所做的，咱甲圣神合一，就圣神的快乐会彰显，会显明伫你的行达，伫你所去的所在，特别伫你的家庭，咱拢要相信圣神的快乐绝对无离开咱。阿门。若是上帝无放弃，咱绝对袂放弃。阿门。若是圣神搁同在，咱就知影，搁有搁较好的未来为着咱备办。阿门。这是咱爱相信的吼。好，来，咱今仔来读今仔日的经文来。属圣神的人会晓判断万事，不过伊本身的事，无人会当甲伊判断。哥林多前书2章15节，搁一解来。属圣神的人会晓判断万事，不过伊本身的事，无人会当甲伊判断。哥林多前书2章15节，为什么保罗会讲这句话？因为透过圣神，原来翻译叫咱会当透彻万行事，咱会当去判断这是上帝的心意的，还是撒旦魔鬼的。咱若属圣神的人，圣神会光照咱，圣神伊充满伫咱内面，咱的生命不断更新，咱的心思意念就愈属上帝，咱就知影讲这是毋是上帝所欢喜的，对无？咱就会当判断出来。总是别人有法度判断咱吗？无法度，因为别人是用社会的价值、一般人的价值的想法，在看咱所讲所做的是啥物。咱若是用因的会当判断，咱应该爱安怎做，咱就毋是属上帝国的，咱就是属这个世间的，敢毋是？吼，所以咱属上帝的人，属圣神的人，咱会当判断万行事，这事我会当分别出来，什么是上帝所欢喜，什么是属这个撒旦所欢喜的。我无爱互撒旦欢喜，互伊受气，互伊甲我攻击，我嘛甘愿。总是我要做选择上帝所欢喜。阿门。哇，当然，咱的判断，咱的选择，是一般人来看，咱可能是戆人，对无？吼，咱互看讲啊，你伤过单纯，敢是安尼？啊，这个世间无亲像你这款人，是毋是安尼？安尼就对啊啦。别人若甲你讲，你世间无亲像你这款的，吼，啊这里头你无要得，哇，安尼就对啊。你心内就爱欢喜讲感谢主，因为因无法度判断我所判断的，因为我所判断的是合上帝欢喜的。阿门。哇，这就是咱基督徒伫这个世间会当做光做盐上界重要的关键，就伫这个时阵会当点到这个火，和这个黑暗会当光明。阿门。光来，黑暗就安那离开。阿门。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代志。感谢主吼，愿上帝帮助咱。而这时阵，咱来起立，咱来吟一条诗歌。
世界的灯，只有耶稣咱通去做。永远的主，世界的灯，只有耶稣咱通去做。奉你生命建立教会，宣传信徒遍传福音，信徒建立平安感恩，世界感恩。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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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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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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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上帝予咱永光教会的意向，愿上帝帮助咱，特别咱对圣神的渴慕，会当更去较经历圣神的快乐，要伫你我的身上来彰显。主，阮感谢你，阮今仔日来到你面前，阮这时代因带着因的信心、勇气甲望来到伫你面前，愿上帝你的灵运行伫因的身上。来做医治的工作，伫因的身躯的病痛内面，因要不断宣告：我的身躯是属上帝的，我的身躯是属基督的。我要日日搁较更新，迄个我的快乐要伫我的身躯来显明。上帝求你帮助，互阮这些长辈日日来宣告，去经历圣神的运作，伫伊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血脉内面。拢去换新，互因的生命愈来愈光彩，生活愈来愈充满喜乐。多谢你，因为因的健康就是对家庭的祝福，因的喜乐就对家庭更加加倍的稳定祝福，拢要喜乐落来。多谢你继续眷顾阮每一个家庭，互阮去经历上帝你的祝福，是搬过阮所想会到的。成就伫阮的店面，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甲信心的行动，请大家以感恩的心甲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强比领受我命转弯，信心感化，给你归来，我到主恩信心所完，甘心乐意一心一意，一切所拢属你，阮上感恩，你上感恩，阮的最心敬靠你。会众请起立。
上车济，事工分享且无私。感谢主，咱会当今日同心伫遮来敬拜，这个是咱要来关心咱的教会的消息。来，首先咱来看，这是咱的即马进入伫使徒行传咱的导读哈。这是今仔日的来，咱做伙来读来红色的来，请有好名声、受圣神充满、阁有智慧的人，阿门。所以真做上帝的工人，同工咱兄弟姊妹拢有好的名声，阁受圣神充满，阿门吗？咱拢是圣神充满的人，阁是有智慧的人哦。好，过来咱来看这是咱顶礼拜咱的献歌队去到伫永和教会70周年吼，伫遐献诗，感谢主，咱有真好将诗歌献伫上帝面前，嘛甲咱的母会永和教会做伙伫遮同欢喜，上帝嘛祝福咱的母会，阿门。好，过来就是咱伫等一个礼拜内面，咱要来颁发伫第16届咱的培育学校，已经来到16届有毕业的证书要来颁予因，继续因就开始要进入咱各小组咱的服侍的合唱，开始来甲咱诚侪咱的同工另外，咱今仔日咱伫教育厅遮咱会看到咱的毕业生因的 QT 哦，逐工的灵修的笔记，佮有画因的意象的图，所以咱拢会当来参观，看到因的图，咱家己显拢袂要紧哦吼。这就是因要见证，因伫这段时间因安怎来靠着上帝，所以每一工会当灵修，因就得到大大的快乐吼。等者第2场，佮有因的见证吼，这是非常好。所以礼拜煞了后来参观，好。过来就是咱的9月份，咱的迄个报名吼。咱的报名，咱的周报内面拢有即个DM 有无？吼，所以咱会当来报名。这是咱永光教会上帝让予咱的产业，所以咱每一个人会当来报名进入到伫即个灵性的学校，这是灵性的国民的义务的教育，所以咱的灵性每一个人拢需要有一个系统性来甲咱建立咱的信仰，互咱伫信仰内面搁较坚固。所以咱还未上过咱培育学校的，咱会当报名来上。结束了后，伫这一届今年的这学生培育学校学生，咱等伫第2场了后，有因的餐会，大家要互相来分享，互相来眺望鼓励吼。好，咱过来下摆4到拜六，哇，时间在过真紧，咱逐礼拜咧报告即嘛时间已经到吼。7月初3拜4到拜六，咱的青少年要出去青年宴会，咱每一工 RPG 拢为着因来祈祷来守望。互因出入拢得到平安，吼！互因伫遐学习的会当大大得到因上帝赏赐因的迄个智慧甲快乐。好，所以咱继续为着遮个来祈祷。另外后礼拜有中职会小组长爱来列席来参加，共款是后礼拜咱的关怀3部有同工会。好，过来伫7月中，咱有访韩要去到伫韩国，吼，要去到伫韩国。咱的主牧师嘛受邀请要伫基督院遐有见证伫遐有分享所以咱有遮个拢是姊妹哦。敢若主牧师是兄弟尔吼，其他拢是姊妹，所以兄弟爱加油哈！明年咱过来办然后咱嘛来去参加吼大概有7天其中3天拢是伫山顶的基督院吼，伫遐3天的基督。现场大概有3、4千人，3、4千人，逐工拢伫遐做伙，伫遐祈祷，为着做事祈祷，所以你嘛是会互阮为着你祈祷的人，伫遐阁有就是礼拜日通宵祈祷，暗时通宵祈祷。礼拜日阮会去参观迄个中央顺福音教会，是全世界上大间的教会，因的人数超过80万会友。80万的会友所以我们要去到伫迄个教会来参观，就是赵永基牧师所创设的教会吼所以世界真侪人拢会伫遐参加所以即届原来有排这个行程
由周牧师带队所以咱要去到伫韩国，嘛为着阮来祈祷，互阮金食7顿。金食7顿有够迄个气力咯吼！这需要恁伫背后替这同工来祈祷。好来，咱的导读抄写经文有继续写无？哇，真赞真赞！咱即马已经到伫6月伫后半年度吼，所以咱继续向前行，火车爱继续向前驶哦。若是坐无到咧，会当补票吼，所以紧入起来，拢无问题吼。好，过来。今仔日尊贤教会的牧师要就任因为我即马是中会的书记，所以每一场的就任即马拢潘牧师拢爱去甲伊书会，拢爱去书会，所以这礼拜有，后礼拜有，哇，7月份、8月份拢有潘牧师一定爱去，因为我爱担任书会吼，所以嘛为着牧师遐尼济的服侍来祈祷，多谢大家。好咱的撼动星球的这个领队下晡。有一个祈祷会，所以来备办心。另外等一下第2场有咱的囡仔，国小6年要升起来青少年，咱需要来甲因鼓励欢迎，因为要进入到一个青少年的阶段，真需要咱甲因带所以稍等一下第2场会有因的升班好，这是咱的过来8月份，咱的牧区咱的幸福要去出去佚佗。有几啊场所以你若是属于倒一个牧区的，你就报迄个牧区。真重要就是咱爱带人来参加，带 base 来参加，因为这会当互 base 有迄个感觉，哇，感觉佚佗透过佚佗来认捌伊。所以你搁转去想看卖，食饭嘛想，要困之前嘛想一下上帝有啥物朋友我留去的，然后你就甲伊邀请，为着伊祈祷邀请，伊就会来参加。这就是咱传福音。一个真重要的管道好，继续为着热地姊妹是知和的妈妈伊的骹头有开刀复原了真好，继续来为着伊来祈祷。另外就是咱的肖家慧姐，咱的家慧姐伊的丈夫肖友安兄弟蒙主文调，伫拜2个别式伫二滨11点。10点半要练卫歌，所以是伫二滨练卫歌。咱的兄姐，你若捌家慧姐的你会当来参加，来甲伊为着即个家庭带来安慰。好，继续咱拢会当看咱的网站，会当连接互咱的教会会当公传出去，互较侪人搁认捌咱的教会。所以教会若有啥物消息，你的 line 就会当传互你的朋友好，来，这个是请咱。起立，咱们互相来请安祝福。再回来。平安好气欢喜，我是心来祝贺你，光芒大亮你大福气，上帝祝贺你，祝贺你，你的灵更照你。下地请牧师来祝祷。但愿上帝的光照恁，互恁伫光明中活出美妙；也愿耶稣基督救恩临在伫你的家，互恁全家拢会当知影恁是属伫基督的。也愿圣神引带恁每一日的脚步。互恁的行达讲话，拢成做信仰福音美好的见证。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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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大大祝福咱，大家请坐。